微笑讲客语 ，Michelle 共好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又要来Michelle共哈发学客家话喽。一年呢，到了农历7月的时候，市面上的商家啦、住户啦，都会举办盛大的祭祀活动，我们叫做中元普渡。那么中元普渡呢，客家话叫做中元普渡，中元普渡。中元普渡，同样这4个字，其实也就是指祭拜好兄弟的意思。好兄弟，好兄弟，好兄弟。那么客家人呢，在农历7月的时候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祭典哦，叫做移民祭。移民祭，移民祭，移民祭。不过客家人呢，把这些移民们，就是义民们呢，视为神的地位呢，在农历7月祭拜，只是说时间上是很恰巧，在中元普渡的时候呢，就一起合并举办了。记得小时候啊，每一年到了农历7月的移民祭的时候，小朋友呢就会到移民庙，庙就是庙宇的意思，去干什么呢？去放水灯，叫做放水灯，放水灯。然后呢，小朋友都可以食同粥，粥就是粥的意思，食就是吃了，食同粥就是吃这种甜甜的粥。然后去看大神猪，看太神猪，猪就是猪的意思，看太神猪。那么另外呢，大人们则会用扁担啊，挑着丰盛的食物呢，到这个移民庙里面去祭拜哦。这个呢，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靠gün靠gün就是靠军犒赏的意思。小时候对义民的印象，觉得好像跟过年一样很热闹。其实哦，崇拜义民呢，是台湾客家移民独有的信仰哦。它的重要性就好像我们说的 Hokloning 就是客家人说的闽南人就对了。Hokloning 对马祖的信仰是一样的。那么根据史书的记载，在乾隆51年林爽文兴兵作乱啊，清廷拿不出办法，客家人就组织了义民军跟他们对抗。然后之后呢，军队在回乡的路上呢，雇请了牛车沿路，然后拾获系着黑布圈的义民军的尸体呢，总共有200多人壮烈成人了。这就是现在移民庙的由来了。OK。好，很高兴大家都很乖的跟着徐薇欣赏福建话哦，有进步吗？有没有进步呢？复习一下移民祭、移民庙，按字say哦，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